而家咧就越嚟越多人注重健康啦，而市面上咧亦都有好多林林種種嘅健康產品。不過相信咧，大家喺揀產品嘅時候咧，就會揀產品嘅出處啦、成分嘅安全性啦同埋效果嘅。而今集嘅全港優質品牌巡禮就會由我睿睿介紹大家一個香港本地健康創新嘅品牌雲京堂。雲京堂呢個名稱取自古籍雲昌經史，寓意精神滋養、生命升華。品牌於2020年喺香港成立，秉持傳承經典、創新健康為理念，認為維持細胞健康係滋養身體根基嘅關鍵，因此激活人體細胞、保持健康活力為研發產品核心。雲京堂旗下產品由香港與內地醫學專家團隊研發合作，採用全球優質天然原料，生產製程取得 GHP 同埋 HACCP 雙國際認證。致力為大眾打造具品質保證、衛生安全同埋高效保健品。雲京堂細胞養活素專為腫瘤病人而設，可含服或以溫水吞服。產品有助舒緩同埋減輕病人化療後嘅副作用，提高存活率，輔助病人康復同埋為細胞提高免疫支持。雲京堂亦喺研發過程之中，深深咁體會到預防勝於治療，因而推出由內至外全面提升身體機能同埋元氣系列產品。作為一個藝人同埋做呢個自媒體，有陣時生活上面真係日夜顛倒，好影響健康啊！如果手頭上呢個雲京堂嘅七色靈芝咧，就啱晒我啦。產品將傳統中醫五色入五臟理論同埋現代先進技術相結合而研發，採用7種深山頂級野生靈芝而製成，而靈芝之中多種活性成分具有抗炎及抗氧化功效，長期服用有助補氣安神，增強細胞活力同埋免疫力，內調臟腑，外調氣息，令你保持最佳狀態。雲京堂興肌元主要有效成分為提取自深海生物肝臟中嘅天然精華，透過為細胞提供充足嘅氧氣，加速代謝同埋血液循環，防止自由基嘅傷害，修復並穩定狀態，令肌膚由內而外散發自然嘅光澤，打造真正嘅健康肌。而雲京堂煥肌顏就以近年備受關注、有超級抗氧化劑之稱嘅蜜葛硫因為主要成分，有助保護肌膚細胞內外嘅 DNA 同線粒體免受自由基嘅傷害，延緩細胞老化嘅速度，同時促進肌膚深層組織修復，提升整體再生能力，有助改善膚色暗沉、色斑同埋乾燥等問題，令肌膚重拾光彩。雲京堂以創新健康之道傳承中華醫學精髓，守護現今大眾細胞健康及活力。今集嘅全港優質品牌巡禮已經去到尾聲啦，我哋下集再見，拜拜。